呀，各位聽眾朋友，我都嚟分享下嘅節目。即係禮拜一就特別咧，就是琴個禮拜先。即係禮拜一就特別咧，我就是嚟到Queens Bay 頭整，唔是 Straight Ski 頭整。我微微話我嚟看老天妹只得了嘛。各位聽眾大家好。最微話我咧。真久唔係嚟做節目噶啦。真久咩冇啦？我今年咪是有去，還是今年人送冇去掉。你行嘅大咁我知道 ，OK， 你梗係聽到。今年我冇去掉咩有啦，I think。你唔知去一擺呢，快快咯。所以我當然再起來即老天咩會看者咯，伊講好事。所以講好事呢，就係咯，你讓會記即個拜六係咪？讓俾報名係個會付，但是會付嚟，讓去 website 但是 form 個地個，讓咁樣報名咯。但是別嚟講咧，但是都叻啊咧，你別報名嚟參與老天咩咧，你使嚟參與阿咩東方儀式，到底阿咧 Penang Back stage 定面嚟喂。然後嚟看即係微微話話啦，我做節目咯，表演攞出，到啲 Penang Back 會就機會一招啦，慳談咧係你 Penang Back 加阿龍嚇，咁樣 arrange 咁樣安排，就係啷個做教咋，到啲 Penang Back 即係大頂會做現調 Penang 福建嘅錄音咋，所以我特別嚟，到啲 Penang 嘅人要緊100%特別嚟，往時就1點半咧，你就嚟到 Straight Ski Marina Mall 嘅會去 Penang Back。Penang Performing Arts Centre 嘅起大嘅會，特別就1點半啱啱開。阿邊講嗬，成日講咱去起大嘅會啦，然後都是個了去大嘅會啊。哦，你咪落去一度坐到一啲，哇！咁屌少舊意嘅嘛。對，我是咪請人咧？你愛去做嘉賓嘅人，咪使嚟愛嚟看到就嚟，實在愛看嘅呢，每年使坐到一啲咯。但是講人到底一啲人講嘅起見咧，後尾起來時你使起手咧，我就坐人起來帶定。對。แล้ววิวิว่าว่า冇嚟咯แล้ว阿龍冇教我做主持咯所以你看到咪幾來仔哦แล้ว是咯等你ไป看วิวิว่าว่า係個條嘅長心天嘅咧對唔對誒辣條啊即係物件是多節目裏邊講過一下嚇有咩講個條嘅長定單我真係冇咁講定單就是講3條呢當然記啊because 看到我แล้วรู้感覺到我幾記啊一個對啦，是比以前比你頭你第二道話我讀見我個 add on 啦，我真正搞。真搞，定單你當然是 I add 啊嘛。OK，我當然拍，因為咱當件事去拍腰。咱拍腰我會。但你出來呀？就出幾個他是。免的嗎？嚇？免的嗎？矮咩？他咪唔叫唔係，你唔是包人拍ด้วย啊？哈咪？人 service 係啦，我出去啦，แล้ว我ไม่對啦，當然嘛。你兩個就係講我嚟邊啲嘅時候嚟吹。咱就好潮嘅，咱就到可能就，你到對嚟啊，可能就做那款現調了。現調咯，冇安排。本是就爽本嗬。爽啦，那個絕對卡感覺加粗味加粗味加現調。當見咱愛開門出去嘅。我開門都可以，這件事得這件小啦，這件事含按到啲含卡會拍腰。我到啲含卡會拍腰，你哋知嘢啊？哎呦，我真係個 start。這是gown 啊。counter，哎呦 counter，睇咩啦？我未講晒係到這，我聽到就係。第個部咯 ，sorry。係到這較大聲。30。嗰啲搖起啊，30蚊拍冇用。嗰陣時嚟台灣嘅時候，以為我係車，個口個有一個叉叉，然後我把啲網頁攞嚟去看小影。你嗌咩？所以你看咩路過冇嘢啊？你車路過後面票都唔知，你亂騎喺頭整。
แล้วก็ก็มี講咩啊？แล้วตกว่าเราไอคิตาโล就係見到咯，我當然我是要去落嚟叮到落整嘅啊。叮的 bell 叮的 link การ叮的落整等陣講下整嘅含殼是得經含殼ผ้า油是到啲當中獨講啊，正是。但就ตก講俾我嚟 Gurney Drive between Gurney Plaza กับ Street Ski 冇情嘅รู้เบ้ทะเล slipper 真係because ถึงกูแล้วหออีเอ็นลงตรงผี哦，你簽啲佢，接ผี簽啲佢咪對到佢卡興咯，對開型啊，是都時候彈，真衰啊！你講咱其實是拜古而都冇講啫，咱其實是拜四。有啲是拜四。但距離我的老聽有接近啊。個只幾日一禮拜加一日8日，好啦。21號嘛啦，今日是幾號？今日接車。我等下人就來車咧，剎車。你聽到我這個了？聽到了。Today 是你話 hold 啫。OK，好，我今日 accidentally 掉咗下去啊！定住話落嘛，定住話架咧南西架是正樓架成架部冇白啲是邦沙，有啦邦沙，是邦沙或不中啊？你呢度不中嚟咯？不中掉。不中。幾日幾號？幾日是9月，我再看9月12號咯。然後21號是你老天嘛，所以咪是9日個咯。特別當年辦嘅時已經是我去 Dimiri 掉啦，我當年 Dimiri 啊，所以辦嘅時是應該是10個6號呢，10個號16號呢是我辦。辦這裡啊？辦這出咯。OK 咯，會使咯。即係你咪梗係叫人嚟參加都係。唔係啦，歹勢咯。我講能夠夾你啊，你更都接嚟你啊。你會記得我踩啊！我笑死佢，我對。係咯，你會記下，你會記下。我點知報時先話聽嘛？了。你一聽你個講我個講，你我個潮啊！成晚就你個講我冇想到嗰陣時更柴出嚟，因為我講更柴，你講我嘅一個是零磅。對，嘅零磅。介紹人去聽。我會聽我講嘅隻舊型嘅係我隻好潮嘅，佢更你零磅出嚟嚇，我特別去lindaling.com 嚟看。你講咁樣，你講咗我潮嘅波士，我聽到對嘅事。咩 ？Helicopter 下來黑處。我成日講時你個冇咩聽到啊？你講下來黑處嘅時候，我潮㗎，拍拖啲，好潮。你聽住咪我嚟整麥當勞，就是就整嚟看咧 Apple event 咯 ，iPhone 嘅 announcement。哦，安怎特別到這邊看誒？這邊有 internet 嗎？你全部 internet 你嚇？我全 internet 辦嗰時喊嘅咧。呢個屎位置係咪？我陣recorder 係我陣你當佢話能。我嚟這裡本呢，我嚟俾你講做咩事 ？So how do you feel？爽啊！安怎爽啊？我部機記得我近日去嘅這個Starbucks 啊，即係lin嗰邊嘅。嚇？你看啦，嗰三隻暗啊！咪見，即係暗啊！你做下。係咯，我做都未咁覺到我這邊人做嘅咩？只佢隻零嘛？是咯，but today 唔知安怎嗬，安尼講起，แล้ว咱冇去內邊食H&M 啊？我冇去，我看咗 H&M 我冇去到 ，because 伊冇開嘛，我來是食暗嘅，我大整嗰間 Starbucks。你 Starbucks 喺頭整，入面佢整冷車啊，你冇去過？是咩？我冇去過喎。你話走去坐嗰度？你安怎？佢頂空架劇冇啦。
我咪是走去坐咯。แล้ว冇佢哋人三百是就冇叫我。你講do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 咧？叫我去坐咯。因為接我未接我就多接。呢學生咧琴日呢隻學生呢隻字嘛咧，呢度佢開嘅啦，我未接我上多接。我梗係驚佢頂窮下橋咧。แล้ว after that 有啦有。係我知道啦，其實我朋友協商，因為講你貴嘅係大地啊，冚起來。係咪貴？貴啊嘛，喂，第一就接慣，有冇冚佢哋冚起來？哎呦，อันนี้ควันนะแล้วบรรลุร่าง接大地。ฮัลโหล你貴隻有咩我看隻？特別有啊，我看到你背去啊。好啦。佢講話生意，佢講話背嘅咯。我看到你把刀呢，บรรลุ。借咗把刀啊？อันนี้ควันกับ水，อันนี้ควันกับ水。冇啦 ，actually 都10年整嘅個水啊。10年整嘅，對。對，10年整嘅路啦，當借 cruise 啊，咁樣。要背詩。係你借 cruise 個，係你是我第一背詩。你特別啦，講到對南部啦，關回路嘅這裡邊嚟學見啦，邊嚟學見 already 有幾年啦，差唔多是。我清過年。9年呀咯，對。我清康過8年啦。8年啦。我清康過。DV。之前我來食向台灣啊，是幾時來食？出嘢食呀，咪 DV 咯。然後 interview 嘢啊。嚇？有一間台灣人。是台灣咯，是中國來嘅。是 interview 啊，是有 interview 啊，講 DV 嘅。DV 是咩嚟？一身穿個 DV 啊。哈。你是 interview 啊？對。我看到啲小英就哋去接受哈 DV 嘅。你阿紅啊，你台灣嘅啦，我知啦。好啦，咱講到對你邊嚟學嘅8年啦，所以你8年嘅感想是咩？感想。哇，8年啊！我是感覺到，我是真正貴英咯。邊來嘅？貴英係咩？光榮。貴英嘅才叫光英嗰條仔，光英嗰條。我是光英咯，因為我感覺到你學做是無夠大啦，我是感覺。嚇，個無夠大。我感覺，我 I think 無夠邊啲人無夠濟人聽咯。No, actually 你知有嘅人伊是有聽 ，but then 伊是無 join，然後伊本無講去 click 你 Facebook 本。你知係咩事喎？because 成日講 OK， 我成日講我有當時甲人講嘅是，then 伊人會成日講我甲我嘅朋友出去啦 ，then 有一道是真好笑，然後suddenly一聽我嘅聲，你講你是唔是邊嚟學緊嘅 V 娃娃？安尼講，我講安怎呢？你講我有聽哦，安怎你聲呢聲嘅？你是唔是啊？我講是哦，但係你人我唔捌你。是 maybe 是 friend 嘅 friend 安尼講嘅嚇。我 maybe 有本咯 ，maybe 有時講伊是唔是甲了人有聽了，甲了人個點常聽啦，是不是聽咧？知啦，知咯。阿咪講有成日講有人知，成日濟人知咯。特別我你可能你到這路嗰你個感覺到啦，我是感覺到我 feel 到嗰個真係真多個咯。係啦，我攤幫過嚟做個啦，我是希望咧第10年嘅事啦。I think 你特別做 awareness 先啦。阿咪講你會記講有1年嘅事啊，咁咧人貼邊嚟學見嘅，แล้ว翕相影啊，寫你 link， แล้ว係度吉啊，是有人掉到車啊，咩關係係 awareness 呢關係咯。我唔知你搞咯，還是 maybe media event 咯 ，maybe 成日講我哋出國抓啊，是出到啲 dance ski 啊，安尼看咯，可能我 organize 團。organize。看個嘢咯。所以你感想是講？我係感想咧是感覺到我第一歡喜看到邊啲學見做搞嘅咧，就是我感覺到我帶真正濟邊啲出事人。
檳榔大，唔是檳榔本有咧，到啲把香港，即其實即係講福建話人啦，來到咗就係尤其是檳榔嘅人咯，有隻變做白做朋友戲嘅咯，所以我感覺呢是我第一大第滿足第歡喜嘅物件咯。哦，就是講。芝士記啊，英國啊，英國啊，本地啊，檳榔啊，芝士記㗎啦，即係變咗白做朋友戲啦，可能一個你成忘記之啊，時候到啲吉隆坡嘅時候，但係我每人來往嘅即係老天名就是安尼，老天名是你來，你是要來看呢個條嘅上心詞都正本啦。有，我邊下白曬北京嘅喎，唔知我特別驚跳嘅，我成日你 friend 啊你看。你記錄講過一個，那講下面咧嚇，看車嘅，是因為未曉喎，你未曉同我白嘅你，未曉我白，你冇面子咩嘛？佢知道咯，佢做啦，你佢做知道隻手同噃。我驚咯！成功！呢個係冇用。OK。那個會記起嚟幾歲叫下面咧嚇？講學車學嘅就話講出來。十部的士啊！十部的士，但是講先你聽啊。南西有講定住南西有講？是咩？แล้ว你特別咩講แล้ว你感想？感想啊！แล้วมันสิจัวแล้วสิมันสิอันนี้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感覺到只係ตอนที่วางกันที่กัลลัมโปดูเดียวจะกุญแจแข่งกันแล้วยัง花車會本花來就係花ตอนที่บ้านนี่花來แข่งว้าวรู้สึกจริงจะกำตองว่าจะกำตองแล้วก็กุญแจแข่งก็หอฮามีล่ะยัง花冇หอมมี啦都冇學字我就學隻特別 price 包豆嘅，你知唔知豆嘅？豆嘅是頭一個 register 到啲KL event，頭一個 register 到檳榔嘅 event 本。所以來啦，所以來我就啲買隻特別嘅獎品去。哦，哇！特別我今日特別來個檳榔嘅咧，你個通 claim。冇得你。好來買起啊！來。所以我見來檳榔嘅時候係 claim，成個人其實 supermarket 嚟夾包最一 claim 啊。OK， 呢度嚟正 claim 咯。我看頭嘅本字只股啊咯，就是講成。佢坐朋友嚟。是啊，嗰啲劍膜唔就有聽，我都記有劍膜。劍膜係咩啊？咧頭嘅咧個另外一間劍膜啊。雜波嘅。係雜波係劍膜。你冇咩劍？你劍雜波。本是多 plan 嘅嘛。แล้วรู้ตู้เดียวแล้วล่ะเต่าแกตู้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ตู้เดียวสองพันเนาะตอนที่เป็นไงเนาะนี่กี่สองพันเนาะสองพันนี่เขาเจ้าที่ไหนก็สองพัน是在一直到來檳榔嘅時對話我講估冇你就是剛剛都超級白你就是超級白咧I think 一年有啊美國一並 actually 我聽咧我落咧我冇去聽到對啊美國我變形啊伊講我變形去啊造型又唔是變形造型แล้ว OK 先你聽就我冇咩知啦我嗰時停留到第二 batch 都有半你會感覺到講頭一 batch 就是珊瑚啊有啦我去想都對是有日本佬一樣啊日本佬伊是對我嘅 batch 你是第幾排啊because 我甲日本佬伊 the first time 講臭話 first episode 我人佬伊講臭話แล้ว我人就講哇這個佬伊梗夠說臭話對有乜事呢咯你講咩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希望講你未來的希望啊未來嘅希望是啥物呢未來希望就講係做較大淡薄咯咧希望人會介紹朋友聽咯แล้ว那些人已經聽到人介紹其實啦吼聽到聽眾啦有遮濟啦伊人其實應該是有到 media 內面做工嘅安怎無寫看咩寫我哋時間報咗啊對啦我包特別有誒有本啊有本你知哦其實我一看就伊講頭時我講那時有點聲我冇點聲到底吉隆坡是 radio 電台會
會紅梅灣。係啦，安怎？一無去掉，我無點聲就去啊！啊，一間啊，四大杯啊，四大杯，你無聽啦，你無聽就先咧自擺啦。啊，先嘅啦。四大杯是 DJ 嘛，就啲 KL 嘅 Business BFM 嘅 DJ 嘛。哦。所以就主持啦，唔是 DJ， 做主持。有時講伊先介紹你 entertainment 嘅人嚟紅梅灣嘅，然後特別我無點聲。免啦，叫伊起來啦，叫伊起來，無叫伊一頭，甲你做一個 recorded 嘅 interview，嘛會咯。哦，免啦。有時我希望伊來本特別唔使嚟啊。得啦。老聽咩事？哦，老聽咩？你係咪放一個？你大家聽啦。我較早放啦，無可 before。係咯。我見面都放。較早淡薄來記來放咧好了，係咯，甲一人一個人計聽老聽咯，了個除咗叫老聽嚟講。KL 嘅人本來啦，KL 嘅本來。我叫南西嚟就。你南西嚟。即係入邊我走去計硬講，你錯南西嚟啊！你笑我計硬講。伊昂仔引導啊，但是講伊起來講來看。啊，對。我唔敢來啊啦，驚你個就重新重彈你。OK，แล้วจับเราlạiแล้วlại應該是講了啦，แล้ว就是。第啦就無做第是咪招落人去21號是9月21號是去 VV 我老聽啦，看伊特別當起嘛，但是往隨便掉個掉長衫咩，一直穿滿。沙龍，穿沙龍，四三龜，個薄毛喎三龜。識叻乜咧？成日你胡揾住啦。等佢一粒記嘅呢，啲頭位，因為有時個你就是講咱未來伊老聽你拍底來阿妹贏㗎嘛，11點半伊起來就開12點midnight往就 start 咧，往嚟一半賣掉啦，然後來參加我錄音。咱就是講伊賣來錄音本好，特別你使來聽，會使來聽，就是坐到stage 啦，佢觀眾席嗰邊嘅嚇。大啲嘅看啦，我講就會講話嘅，都浪漫拍攝。個我對住隻人，我講誒9月11號嚟，講唔係啦，我是聽嘅咧，我咪去講。有時講9月11號嚟食嘅時候，就特別是你去做特別嘅邊個使嚟，唔是嘅。其實你是住咩使嚟？你使嚟參加是嚟隨玩嚟賭嘅啦，嚟特別嘅邊個了嘛？即係這本有人梅花本，伊人成日講誒，像嗱肥貓啊，都叫，等伊就講，伊講。真冇去？我還沒冇去。真冇來？有，伊講伊愛來，但伊本是唔知喎。伊講嚇，แล้ว伊是講伊本是冇梅花，伊講哎呀，就愛參冇你看。แล้ว我講參啦，對我來嘛，แล้ว有時講伊人干那聽爾，แล้ว就無 join 掉做佢嘅邊本人白話，免人白誒，你免人白話冰白嘅嘛。你來校正嘅時老咗，你通看無成特別嘅邊嘛當冰，你通看你嗰條重心就夠嘅。我就重新。我看只先嚟，只一聽眾應該500話咧啩。應該咯，你都冇嚟佢。你看到就是講人有啦，聽得有聽得靈啊，聽得落正嘅都唔知啦。你咪是嚟攏起來一邊邊嚟福建嘅網頁，有咧你就去看到我 post 啲 website，其實到啲邊嚟擺錄音咯，未錄音笑咩？你笑咩？講嚇，冇講。我看如何，我看如何你會夾掉嘛？佢講我都冇多花錢，我掙到眼都一次啊！你看，你看說掙的嘛？你花錢時我掙嗰啲眼啊掉掉啦，我超未辦啊！特別叫人車來掛。OK。你看咧，你諗特別教師嚟參加咯，真一快呢，就一禮拜六就是啊，所以我唔同單呀，你就是會來食咧，這排咯。21號嗎？9月21號。
ไม่สิ比較咪เป็นจังแล้วค่ะแล้วสิไม่สิอะไรไปแล้วสิไม่สิเจ็บไปแล้ว就是อะไรไปแล้ว9月1號總之9月1號พอลูกกี่สิ聽啦，有人較慢聽呢。9月21號是慢慢去網頁為 register，你就要去報名咧，但是你要來食來講，你就要報名咧，我就要訂到啊，所以我就要去甲迄個Nyonya Breeze 人講貴人，所以人慢慢報名不啦報名，去報名。你去了Nyonya Breeze 報名，係啊，我唔是去你網頁，反正我覺得佢網頁報名啦嚇。今時講就是啲，你叫我咪嚟講下呀。你講見Nyonya Breeze 報名，跟住走去，而家人就走去Nyonya Breeze。OK，แล้วตอนนี้เรา落白嚟แล้ว係啊，我會落定得零價，定得落正嘅啦，然後就會去攞嚟 YouTube 嚟講，攞嚟去隨往嘅節目咯，特別定得零價，定得落正嘅朋友去看。哦，OK，拜。你使確定得 bell 本啊？定得 bell？對，真好笑。OK，拜。OK 啊，然後我是希望咧，特別變零百，還是特別讓入邊是見到人啦嚇。來啦，我掃人 ，free 掃啊。OK，拜。OK，拜拜。